이산인 스쿠 룡산인 스쿠 위가린 khai chung về khu kêu bia cô kiếm hòn hòn đồ ghé hong cốc khó hòn kêu hà năn đê chung về hòn yung sự kiện yung nành kiện就算彼岸不要康复卡的人间数天数用一组未来邱长凤公寓的1楼监视录影机，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画面，为什么？该出现的时间就会出现，按对吗？每个人都需要过好日子。你做律师干嘛？来做检察官，你帮我，我帮你，不是很好？走吧。我们一切依法行事，尊重法官判决。那林姓少年因为长期遭受父亲家暴，才痛下毒手，那判无期徒刑是不是过重了？社会期待与司法公正没有直接的关系。林姓少年如果有心悔改，我相信社会大众会重新再给他机会。陈律师，请问一下，能不能麻烦你对今天的判决结果说明一下？没什么好说的。那个今天判无期徒刑是不是如您期许呢？我尊重司法。那听说您跟刘检察官是大学同学，那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您感觉到挫败吗？当然不会，我的工作就是替弱势族群发声，只要是必须争取的，我都不会退让。陈律师，陈律师，等一下，你还没回答，陈律师。刘经理。大概事情。你都在这个中华街呀？你这个生意本夹把大东用的嘛？陈律师，你会不会太感情用事了？压枪黑一天安呢？枪黑一天安呢？是你太习惯把人当成数字。如果给狗一用的，就让你没关系。我已经跟法官求过情，杀父是死罪。他现在是无期徒刑，已经帮了他了。如果你知道你按你做，就会不去抵逼，对吗？黑狗也就会检察官会做的事情，我很庆幸当初没有选择跟你分手。不好意思。你要为大你暗怎做哦？你哪呀？我应该很刚风哦。哈？我应该很刚风。
问你啊，你有要怎样用去啥？你啊？哦，你唔迄外家啊？你迄外朋友嘅，机表外了啦。真嘅哦。真平啊！好嘞好嘞，不用摕嘞，去挽伞啊，用迄面啊，迄穿下顺。好啦。阿妹，下摆外家上服，外子甲洗就好嘞啦。好嘞。现在为您插播一则现场即时报道：日前被判处死刑的立委邱毅好嘛。案件交由陈建明律师办理之后，短短数日，案情出现急转弯。据传，陈建明律师当庭提出有力证据，邱长凤翻案。至于真实状况如何，我们把画面转到现场。错啊。我们一切依法行事。其他阿言姊，当初以前就无朋友。少年因为长期遭受父亲家暴才痛下毒手，那判啊，啊，思妍啊，阿言姊，不要喝酒好嘞啊。好。年轻少年如果有心悔改。啊，思妍呢？来，你看呐，你这电视红哎。请问一下，能麻烦你对今天的判决结果说明一下？没什么好说。也是。思妍啊。那个今天判无期徒刑，您期许呢？我尊重司法。那听说您跟刘检察官是大学同学，那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您感觉到挫败吗？好嘞好嘞。当然不会，我的工作就是替弱势族群发声，只要是必须争取。看来这个案子的发展非常值得关心，到底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这么爱用天书桃园警方昨日破获天道盟天龙会以陈家伟为首的每三研究七个权利，该组织长期那做律师就要维护大家应该要有嘅权利。也係希望佢做得好正常嘅實法。思妍呢？來啦。阿姨，安生啊？是阿姨。係些啦，你要出戲咧。好，安先做咯。好。有6台车辆追撞，其中还有1台车有人在。老板娘，我换一下零钱。换零钱对对哦。对。那你要怎么换呢？换10块钱的，我换1元的。啊，我们这边哦有电话卡呢，你要不要买啊？不用了，谢谢你。对。海生啦，我们要出去啊。好，谢谢。先生，嘿。我在上课。哦，好 ，OK。我上课不用你允许吧？我的意思是说你很吵。你们在那边呢，然后我在这边打拳，会影响你吗？会。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就不出声。有可能吗？好，那我先离开。谢谢哦。来，继续。哎，你撞到我了。对不起。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好。嘿。你撞后面了，你往前一点。好。
你下次我帮你开啊。刚刚那个，在。哎，不是，你这样可以自己开回去吗？可以。路人很危险吧？不会不会。不是，小姐，我后面那个。在。做啥啊？做嘛该说，按你爱的啊。就太压板啊。你洗妹做嘛该太压板，多危险呢。唔会啦，压板穿较大啊。阿妹，你休困啦，爱父母茶，爱做了。哎，妹妹，做咩去？一下，我们是 Navy 的，这是我们新推出的 whisky， 你要不要试喝看看？好。干嘛呀？你有问题啦？拍摄，对不起，阿妹我回来啦。干哦。这是谁？有没有理啊？这是我妈妈。还好处理。不好意思。撞你啦！我撞到你嘞！你有没有理啊？做谁啊？你先转嘛，好做嘛该说啊？你先转。你有没有做你还装谁啊？穿压装钱。该谁啊？你啤酒啊？无强用好无？该无强用啊，爱看到的啊。你讲会叫做谁啦？准你哦。我你拢爱讲清楚。也无强用好无？用我无强用。跳吧。你就无强用。还做个含拉黑嘛？都蛮疼无啊吼！伯伯，要去哪呀？做去啊！我无爱啦，我无爱准啦，我唔迄洗人啊，我顶爱做嘛该，
你不是你做好么？你讲嘛该啊？那个的被你骗走，我无爱那个妹也被你骗呐。来，你抢起的来，抢起的用诶！今日说嘛该啊？用诶，一定要准啊嘿！今天有酒大家就喝，有东西大家就吃，有雪茄大家就抽。如果还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见谅，好不好？谢委员，委员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来喝。哎，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了吧？啊，刘建明。今天早上那个少年杀人案，他办的不错吧？啊，给社会一个交代，又给少年留了一个后路。媒体对你称赞有加啊！好，老板，哎，警察上来了。哎呦，谢大哥，生日快乐！哎呀，谢谢。才记得你才30出头，怎么一下子就50多岁了？哎呀，这个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现在还不要太高兴，等我到你这个年纪，有你这样子的气色，我才高兴，好不好？彼此，来。哎，对，教师说，林星。来，林星啊，出国学成的这个艺术家，现在才来看邱叔叔啊？什么意思啊你啊？故意的。故意的。坏孩子啊！我已经长大了，脾气都没有变。检察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小老弟，刘建明。今天早上那个少年杀人案，他办。我知道，处理很高明。谢谢丫头。很好。年轻人也认识一下，这个是林星，检察长的千金，这些年在外面乱跑。连我都很少见到他了，所以今天你可以见到他，也是你的这个福气，是，好吧？林星，刘建明，怎么样？哎呦，你们认识啊？哦，这么巧。来，大家坐，来，举杯，祝我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那你的面包。来，给我跟那个检察长拍个照，好不好？来，纪念照，来，好，相机在那边。来，相机，来，帮我跟检察长拍个照，来。要面包吗？好。带。好。谢谢。今天下午不好意思了。我平常开车真的很帅，真的。是帅啊，到处撞。当然啦，开车就是要恐惧啊。很高兴认识你。所以你也是检察官啊？超无聊。你什么意思？不觉得他们都很无聊吗？你是说令尊吗？那你的工作呢？就你下午看到那样啊。是还蛮有趣的。好了，我快要受不了了，我该走了。我方不方便留你的电话？超方便。0936670537。0936670537。是的。好。你打给我，我下次请你吃饭。好。高兴认识你。好，走了。教授再见。生日快乐。
小心开车啊！哎，建明，其实我记得你，你是双榜毕业，而且你的 case 啊都处理得很漂亮。哎，加油！谢检察长。总有一天啊，你就是检察长。我会努力。既然你跟林星认识了，改天到我家那边吃个饭。其实啊，我的正业是主厨。是吗？来，我表现给你看。好。我最喜欢呢到家里面来，哎，品尝我拿手菜。好，一定光临。好，给我面包，我们去跟委员聊一下。好。父母诶，从细爱着乡下斗台，老倒有嘛该事情，毋是讲手尾伫啊，懂乖，按多个事情，为着亚健副卡。按多年嘞，爱拄伫啊，阿妹，歹势啦，本年案件，俺唔会去迄做事啊，你莫欠俺好无？俺用为欠喏。阿妹，俺妒忌嘞，俺做本你是好无？毋是啦，俺迄阵唔看书。俺天数你啊？毋是啦。还个毛汗，快吃东西吗？思远，遐两年有汗吗？廿八个神后。根据无记忆好好讲法。迄个木马斯哦，去抢啊，也要懂。现在了。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要不打牌？有，你打就好。谢谢。最近好吗？
心。东西嘞？什么东西？你别啊！我还没收到钱，我会把那个东西交给你们的。钱已经汇了，你有检查过你户头吗？我们昨天才汇。现在啊，有人愿意开更高1倍的价格买我这饲料，所以你还是回去跟你老板讲，看他是不是愿意再开高一点，还来得及哦。不守信用。你我手上有王牌，信用是用钱来买的啊。没看到钱，谁也不会相信。喂，委员是我，他反悔。只爱向前行，总袂看到天光。这么认真了，听得懂？下午还要开庭吗？对啊，又一个连续杀人案，案情很复杂，然后又有人从中作梗。放心啦，你没有问题的。哦，对了，晚上有空到我们家来吃饭。好啊，7点半。好。老娘，我买啊，我换个零钱啊。还钱。对。我买几多？这种的500的。那跟我迄2钱啊，我要的零钱。咱家官买电话卡啦。是关案的啦。来啦。哦，什么鸟？来啦。你买该死啊？哦，冇，谢谢。阿妈嘞，唔知冇，这3年啊，难做世界下，接看得起，乖乖呢。真嘅啊？好乖哦，你这来管钱，你来管人家。长工这个孩子不行啊，送出国念书到现在没有一通电话，都是我打电话。哎，男孩子大部分都这样。你生女儿比较好。有事情。谢全雄老邱院长在买买的。朱辉立法委员老检察长，两位。大家看到其中啥，跟我讲真欢喜，就叫我行去谢全雄的办公室。依照立法委员和地检署，我们必都要开庭，必都买单。慢宁讲，立法委员跟检察长就做我们得做好朋友。好朋友有青头种，而且甲美迪，邱院长去用办给你。哎，爸，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拍戏啊，又来不及。我下午不是打电话给你过吗？晚上有客人要来吃晚饭，
那你出去了，晚餐怎么办？你就吃你们的啊。我就跟你说过很多遍，我不喜欢这些。秋叔生日我都已经去了，你还要怎样？好了，我要来不及了，你又不是我老板。李信，拜拜。查到是谁暗中出价了吗？我找了很久，我找不到。找不到啊？找不到那怎么办嘞？真的很难找。很难找啊。我找你来是请你来吃便当，打卡等下班，然后给你任务，等你说很难找，是吗？委员，你给我3天好不好？2天，2天行不行？3天。明玉先生，我给你任务，你要完成，不要跟我讨价还价，不要跟我说很难，不要跟我折算时间，不要带空消息回来给我。我给你上文，你就乖乖给我下文，好不好？好。我给你上文，你要给我什么？给你下文。我给你上文，你要给我什么？我给你下文。好，行不行？看不出来检察长真的很会做菜。我就是喜欢做。哎，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还在努力。哦，来吃吧。好。男人啊，就是要先成家，再立业，才算有出息。来，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尝尝。好。我的鱼做的不错。很入味。林星呢？哎，他说还要拍戏。我今天特别跟他说你要过来，结果真的拍了。哎，这么多菜我们也吃不完，还是等下我包一个便当送去排练场给他。好啊。好。不会来。你不是在拍戏吗？我在排啊。吃东西没？还没。还没有。还是你一个人在拍？是这样。我又不知道你会来。我也不知道我会来。
我本来以为你很无聊。什么意思？检察官啊。演戏好玩吗？好玩。是啊。所以，你什么时候还会再起诉我一次？要起诉几次啊？你以为我是，对吧？种马。你爸知不知道你常在我这边过夜？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回去一趟好不好？不要。为什么？就不要。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不要。跟他吃个饭嘛，我今天正好有空啊。你是认真的？对。那你亲我。亲哪里？不知道。瞳孔。好了，等下回去呢，你去洗个澡。这饭煮好啊，要焖个20分钟，最好吃。好，像现在这个样。好，来。来，自己倒。好。自己喝。来。好。建明啊，你很好命，你知道吗？我女儿养这么大了，帮我夹菜的次数，一个手都算得出来，0，来不及了，把一辈子的粪都夹完了。啊，其实林星还蛮贤惠的。你怎么知道？感觉。我看啊，以后你还是常来我们家吃饭。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到底林星有多贤惠啊。你再做我就不吃哦。好，不说了。才说你贤惠就那么凶啊！今天鱼好吃的。工作还适应吗？都还算顺利。我看过你之前那个案子的资料，的确很麻烦。做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黑白对错就在一线之间，好像走钢索一样，稍微偏一点，就会要人命哦。你现在还年轻，对社会还有热情，我看到你啊，就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闷着头往前冲，什么都不怕。江校长，也是今天晚上喝多了一点，要不要提早休息？我知道林星很喜欢你，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样。不过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能够帮我多陪陪他，我会很高兴。只爱向前行，总袂看到天光。台湾鸟，给我番茄黑吗？无啦，来一个那个双梅汁啊。无人钱哦。大家不要有带啊。不摸，回来，来点，红姜咯，耶！哎啦，咁济呢？问个同志啊，按姜呢？好了，俺那不擦啦，妹，来这啦，俺个姐，你的擦，你来滴啊？阿姐你丢啦？台湾鸟，我们买一瓶矿泉水，冰的。对哈，你呢？我参加了很多婚礼，没有想到自己女儿的婚礼心情完全不一样，分不出来是快乐还是难过。你妈妈走了之后，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温暖的家。我常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们从来没有沟通。现在你跟建明有一个新的家了，希望你能让这个家能够是个快乐、温暖的家。新娘要进茶包。请新娘入场，贵重请起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誓约。刘建明欢喜承认接纳谢林心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是。谢林心小姐要承认刘建明做你的丈夫吗？是。这个时候，请接杀。
校园团庆为这对新人唱祝歌这一条路。周刚勇，你往开始啊？再给我一个步兵矿泉水，好不好？哦，阿丽娜。好。Hello。不要紧张嘛。你干嘛？东西呢？什么东西？包包里面的东西。包包里面没东西啊。没事的。等会儿。在干嘛？过去。冷静一点好不好？后退。你把东西给我，把钱给你，可不可以？不可能啊！你光点会在身上嘛？没有。你光点拿出来就没事了嘛？我有枪哎。没在怕的啦。把刀放下。刀放下用讲的可不可以？你现在要。放下！放下！马屁就关啦！你干嘛你？OK， 谢谢。谢谢。干得好，学得好啊！好，继续做下去。以后这个检察长啊，世代交替的时候，谢谢。换你做。我会加油。好。好，邱北北先走了哈。东西还没找到。3天之内你没有拿到东西，你就拿你的命来换。被杀的戴士德是社会线记者，而且揭发过不少土地弊案。阿妹，假条讲你吃你，你还本年严否嘅错么？我记得没有拿东西。还拿个东西而已。像你们检察官办案，就像便利商店集点数，集得越多，集得越快，就升官越快。真假讲假心都有假所在，假地方都是爱所在。月光花花，漫山遍野，虽然知不心真爱，不想一条线在电机当爱心。这门不爱行起来，人海也做定爱，悠悠通通，现不现做地轻爱入光，困电机任来任往的出戏，一霎人爱还做你俩，笑来笑。
虽然老奈加心对戏，亲亲犹豫不袂转来，不管下风下雨下天下天，爱加心。